接下来嘅人物，伊嘅背景同样系学化工嘅。尤胜峰系有机老派农，伊作为还唔单止系有机哦，系完全因材以上嘅自然农法。为做自然农法，当然要有牺牲，成本高，产量少，果子也冇安强。为做到增加出路，伊还自家结专油，用老派嚟来行棒哦。第四世一了老派嚟开始，做出为一个油烤面包嘅梦想。和芭蕾树下尤胜峰老张打出来的芭蕾纸，创作sản phụ用的，用腿嘅立起来，也搭芭蕾盐粗浓浓的，还有嘅蔬菜粗比人下较高，上市嘅技术纯熟，然后得粗嘅啪啪啦。像我哋嗰時候粗粗哈，喺爆拍嘅時候，滷筍沙嘅同嘢就粗，覺得頭班嘅粗，啊唔好粗嘅鐵槍，因為粗油可以保濕保肥。因为系用自然农法嚟種芭蕾，平常時兼落皮咩咪淹水，簡單嚟講，做器材技術，故所以是粒粒叉叉嘅菜來補水、補皮膚。尤勝峰嘅農園同屏東內埔，必到隔開連沙檳榔園嘅農藥，兩甲人嘅農地，將一甲同種芭蕾，那麼一甲係佢用來做隔離嘅生態期，規則芭蕾園、芭蕾部分模多，電動卡槍係同山拿度壓上出來嘅。我哋要利用天敵異物、克異物來防止我哋嘅病蟲害。病蟲害變咧愛靠大自然嘅力量，故所以我哋要留緩衝改變咧，應該生態區。如果有哪辦法都可以做生態區。嘅部分都對講生態區如果談講國外談都係比較易防。佢從細做好大自然，還記得做生年嘅時節，內埔乃做田丘。30年前邊呢，一笪一笪嘅田丘改種嘅檳榔葉，兼學檳榔，從細夾嘅自然科學讀得較好，尤其係化學、太熱做讀化工，因為較輕鬆。冇想到你到高雄嘅化工廠做冇幾多年，做本一條油土東西嚇到嘅。那個米絲旅遊，你所想嘅都係粗米旅遊。啊，過去工廠嘅，你捱單單上班2年，你好多嘅癌症死係，也係事實咯，也冇本人講，也係捱經歷，故所以你提供一對環境唔好嘅東西，要過來鋼鐵。農業都係社會間偏數，一日下注，尤勝峰做起家做，連漢家咩起家做，尤勝峰轉向做農家下。政府當都會推動精緻農業，佢先種蘭花，發現種蘭花溫室本錢當初還要先農藥，因為安陽通到化工廠上班冇乜嘅政策，就此等轉做有機，又發現所有有機資材所講嘅生物方式比農藥行較無效，從而供應暗多，行過行較唔聽又唔好食，因為問題冇法解決，10年前將就器材機。同埋水果嘅塊種。都因為冇了解，冇了解有機皮，冇了解大自然，做有機等於另外一種方式的慣性農法。農藥揾生物防治的東西，同樣嚟噴上去，化學皮料揾有機皮料，同樣用上去，這種形態冇個太改變。慣行，他過去也是做慣行哦，也是跟人家拼產量拼這個管理啊。他用藥的技術一流的，可是你看7、8年來，他已經完全拒絕任何的農藥、肥料，他連自己的有機肥都自己培育。那他們夫妻度過一個非常艱苦的日子，所以尤勝峰夫婦啊，是我們一個綠農之友的一個典範。張澤考慮芭蕾聽錯本類整理，加上整理到面，賣相好嘅可能出冇一般。免危機當年嘅咧管理自家嘅芭蕾，同尤其市場嘅通路已經賣到80元卡價。行較有特色嘅係講夾嘅芭蕾樹項有100嘅芭蕾，就有100種米絲，因為日頭曬還有水分冇供應，曬來就冇供應，但係10期米絲沒冇供應。它多了酸甜，還有一個就是澀味，就是有一些淡淡的澀味。
其实这个都是季节变化所带来不一样的结果。但是如果用那个惯性农法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味道而已，就是甜。以上嘅部位，像一睇拍地位哈，睇拍地位嗰層熱頭，而講好中意嗰個料，也神秘嗰個蟲。唔過相對，因為伊我熱頭伊會睇過料，個睇料，因為睇拍養分個足，個睇料。味香嘅熱頭個細度有個甜，唔過相對伊輸送水分有個差，食味有個重，有個硬。加啦披薩。佢見講建造披薩餅皮，再將一塊一塊切好嘅芭樂摘下來難免會有較唔正嘅，有嘅食嚟得咧3股做冇1股，一樣嘅喏，得睇吃到大爽，送人食都難。有生風清味相對一個好辦法，就係打芭樂汁。味道將芭樂汁用槍，又去學做麵包，最尾味道配麵包，和自家結嘅一撮專業。後來講，今日哪怕只炸嘅按度。冰箱都擺唔落嘅樣解釋，咁我哋嚟做麵包、踩麵團。做麵包要器具啊，買一啲烤箱，一度10萬。咁我哋利用古法，咁我哋嚟做，因為嗰度水果嘅酥帕記起來。將麵粉倒入去，搞啊，好俾佢發生1點鐘，看見食材停錯時間。發的時間愛拉，才會好食。這個手工熬成麵包，對麵粉做到配好，打這個時間做1日較佳。韓國芭樂汁底部有水果酵素，係天然嘅潤滑劑，食起來唔會啱茄咧。伊唔會有攞杯嗰種奶油味暗重，我都像我哋呢，雖然係臘八嘅做嘅，唔過唔使啦，唔會感覺有臘八味。像我哋呢臘八乾衣包嘅，嚇，伊都唔會有臘八。ก่อนในมีลาพัดในมีชีเมื่อช่างโน้ไปอาจจะให้มาcái口味ลูกก้อยฉ่其實天然的東西唔包喺麵包裡邊，麵包燒喺度。披薩出來嘅也是隻專業嘅文土，親手還有200-300土，有生活冇打送機，繼續用來配麵包。最重要的資源不浪費。我哋對天球地擺燒嘅酥帕開始，記錄一種能源，我唔是買亞視，我哋燒嘅溫度多嘅，我可以提前行披薩，300人土可以行披薩，行嘅過嘅可以烤安尼麵包餅乾糧，等講得到200人土，我可以烤麵包，有一種資源能源不浪費。我們以前種花的時候，常常會覺得說，我要去，煩惱這個。下雨啊，煩惱沒有電吶，可是如果我用自然農法的方式，我反而不需要去煩惱那些，就會比較快樂。那我們2個就在這當中，就是有一些新的發現的時候，就會覺得好像還不錯。我用自然農法來種作，當然有個原因沒有看到佢嘅成果，還有很多人哋嘅堅信。有生風涼公婆我按樣做，係老佢看做係專項嘅過程，佢哋用嘅色面本體圖轉好，佢哋聽到人客用分享秘密心情同佢哋講，佢哋芭樂又甜又脆又好食嘅下，所有辛苦一槍就達得咧。